听少家己关怀别人，对于后礼拜开始就特别过年啊，新竹市有300多间的爱心店家做伙参与食上百补助计划，希望会当互弱势民众伫过年过节时阵感受到正能的温暖。已经卤8点钟的卤肉，互人看了会流嘴烂。特别过年啊，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家庭，过年可能更加辛苦。新竹市政府甲300多间商家合作，提供爱心餐券。希望因过年时阵免惊会枵巴肚。只要你来，你言明说我需要爱心餐，我们不会去问说你为什么需要，或者是你必须要什么样的证明，没有。只要你来，我们就给你，这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了。不是说吃很好，但是吃得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真的是一些很弱势的，他们非常需要。不要小看这一碗小小的饭，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他们觉得很温暖。社会处指出，这份食上饱餐食主要是提供弱势家庭有需要的时阵，经过社工评估，会使摕到餐券，会使到有大爱心商店的店头换食的物件。这次的过年其实比较长，大概有9天的时间。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比较不方便的外食。那也因为假期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们透过爱心福利社以及假熊爸这样子的计划，那让弱势家庭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孩子以及家庭呢都可以温饱，有感受到暖心的服务。今年因为疫情冲击，真侪人头路受影响。头家讲，虽然真侪原料直直起价，不过只要受到会使帮助人，更较辛苦，嘛有价值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